近年 TVB 自製劇減少，合拍劇因為內地影視寒冬影響，開機變得越嚟越難。TVB 影視寒冬叫咗好幾年，喺山頭文化加持之下，2025年已經有7位嘅一線小生花旦一年都冇新劇開拍，最嚴重嘅甚至將近3年都冇劇拍。從力捧到戲子，呢7位黑仔究竟係邊個呢？1. 蕭正楠。蕭正楠憑借歌唱比賽入行，一舉奪得冠軍同埋超人氣潛質獎，被各大嘅公司爭搶簽約。一入行就享有咗不俗嘅資源，當時仲有翻版鄭伊健嘅稱號。第2年佢就被安排喺 TVB 戀愛自由式裏邊擔任男主角，憑借超高嘅人氣接廣告接到手軟。最經典嘅係佢為某連鎖食品店拍攝電視廣告，只發出說說說嘅聲音，相當之順頭。同年，蕭正楠橫掃咗多個新人獎，但佢喺頒獎典禮上邊一句邪不能勝正，俾大做文章，導致佢被 TVB 雪藏，更加調到內地發展咗好幾年。不得不講，蕭正楠確實係塊金嚟嘅，喺邊度發展都唔會太差。當年佢一到內地，就俾導演李力持安排演內地劇《中華小當家》嘅男主角，憑借青靚白淨嘅外形，成功打開知名度。只不過蕭正楠作為一個南方人，難以適應北上嘅生活，同時因為爸爸媽媽年邁患病，促使佢2008年返到香港重新簽約 TVB， 寧願由低做起。蕭正楠重返 TVB 之後，被安排喺女權、法證先鋒3、大太監、拳王等演2線嘅角色，挨咗將近10年先返到主角嘅位置。論卡位，佢比唔上陳豪或者黎耀祥等當家嘅小生。論力捧嘅程度，佢又遠遠唔及袁偉豪、王浩信等後輩，幾乎一直都喺度拍一啲師奶 Madam、超時空男神等小劇，使得蕭正楠喺 TVB 一直都處於一個尷尬嘅位置。而且 TVB 亦都對佢明顯唔重視，提名咗10次最佳男主角，硬係一次都冇攞低，反而係因為主持 TVB 節目《都姐在 Shopping》兄弟大茶飯奪低咗最佳主持人同埋最受歡迎電視拍檔，親民形象深入民心。或者因為後生嘅時候講錯說話，真正教識佢點樣待人處事。呢幾年嚟，唔理係大小工作，佢從來都唔嫌棄。但即使如此低姿態，亦都未能夠等佢受到 TVB 嘅重用。自從拍完《巾幗梟雄之懸崖》之後，佢都陷入咗空窗期。2025年 TVB 冇俾佢任何新劇嘅合約。冇戲可拍嘅時候，佢回歸家庭，專心做起咗奶爸。事業上邊，佢轉戰綜藝，接咗 TVB 嘅職場體驗綜藝《一日打工限定》，放低咗藝人光環，去體驗通渠、點心師傅等冷門嘅職業。同兄弟黎耀祥、曹永廉開拍全新嘅旅遊綜藝《他們的澳洲假期》，大概會喺3月份上線。如今佢偶爾參加啲小型嘅商演，同太太黃翠如一齊拍探店嘅視頻，維持一啲曝光。講到新一年嘅無線工作安排，蕭正楠表示暫時冇具體嘅計劃。佢而家就製作緊新歌，似乎就係因為 TVB 冇劇拍而轉向咗歌手發展。48歲嘅佢喺商業活動上面坦白，暫時冇劇拍，唔係你想拍就能夠拍。一句話講盡咗中年藝人嘅無奈。2. 袁偉豪。袁偉豪嘅情況則更加令人唏噓，佢嘅空窗期比邊個都要長。袁偉豪上一部劇集仲係2024年播出嘅《廉政行動》，到而家已經整整2年都冇拍過劇啦。佢嘅困境其實早就已經顯現，並唔係只係最近1-2年。早喺2018年開始做完《鐵探》之後，佢就不明原因咁開始冇人揾佢拍戲。啱啱開始嘅時候仲能夠維持1年1套劇嘅節奏，但從《法證先鋒5》開始就變成咗2年1套劇，甚至曾志偉、樂易玲同埋以前合作過嘅監製都唔點揾佢啦。講起當中嘅原因，佢直指係以前我好多嘢做，因為要拼搏去到一個位置，公司想揾我去另外一個位置，我又跟住去做。但當公司後嚟轉高層、轉格局開始，以前揾我拍戲嘅團隊亦都被打散咗，不得不重新建立，所以好多人就唔記得咗我啦。簡單嚟講，就係袁偉豪曾經背靠杜之克，但前幾年曾志偉上位之後，就將杜之克同埋余詠珊等幾位高層趕咗出公司，咁就導致到佢哋嘅靠山冧咗，資源一夜清零。
佢喺節目裏邊坦言，公司嘅人事變動導致咗出鏡率大幅減少。而除咗人事變動之外，袁偉豪當年因為被嘲笑係駙馬而同網友大戰300回合，亦都令到高層對佢頗有微詞。其實喺呢種情況下，就算高層唔穩，真正有心拍戲嘅人亦都可以無緒自薦，主動敲監製嘅門。但問題在於，袁偉豪始終都心存一股唔知邊度嚟嘅傲氣，一直都覺得既然你哋唔識得欣賞我何苦係擦你嘅鞋呢？喺呢股傲氣嘅驅使之下，袁偉豪就好似同上司鬥氣咁，邊個都唔聯繫邊個，導致到佢被投閒置散到而家。2025年，佢冇接到任何 TVB 嘅新劇，為咗生計保持曝光率，佢只能夠另尋出路。呢一年，袁偉豪舉辦咗巡迴音樂會，從廣州開到潮州，邀請老友姜皓文做嘉賓，喺音樂舞台上邊尋找存在感。私底下，佢依然堅持健身，保持住最佳嘅狀態。終於從產後被摧殘嘅奶爸恢復到曾經嘅好狀態。今年45歲嘅袁偉豪本來應該當打之年，卻從港劇裏邊消失咗將近3年。最近佢都開始自尋出路。近日袁偉豪衝出香港，首次接拍馬來西亞嘅電影。除咗參與幕前演出之外，佢仲負責咗電影嘅融資。3. 胡定欣。胡定欣嘅名曾經係 TVB 嘅品質保證。從城寨英雄到一屋老友記，佢演得合女，撐得起搞笑劇，2屆視后嘅榮譽係佢實力最好嘅證明。但係2023年嘅巾幗梟雄之懸崖成為咗佢喺 TVB 嘅最後一部劇。作為台慶劇兼合拍劇，巾幗梟雄之懸崖本來俾平台同埋電視台寄予咗厚望，可惜 IP 爛咗就係爛咗，即使黎耀祥同胡定欣2個老搭檔，亦都冇辦法挽救，口碑同埋收視上撲街。自此之後嘅2年裏邊，胡定欣再都冇接到過 TVB 嘅任何新劇嘅邀約。不過面對事業困境，佢亦都冇坐以待斃。2025年9月，佢舉辦咗自己嘅巡迴音樂會，從佛山、東莞一路開到廣州，每場都搏盡全力。為咗廣州站嘅演出，佢2日之內接受咗18家嘅媒體採訪，刷新咗自己入行以嚟嘅訪問紀錄，只係為咗多啲曝光度。呢一年，佢仲靜靜完成咗人生大事，喺新西蘭舉辦咗簡單嘅婚禮，婚後低調出席網球名人賽，否認懷孕傳聞，好好享受2人世界。但中意拍戲嘅初心從來都冇變過。採訪裏邊，佢總係講仲喺度等緊合適嘅角色，等住能夠重返銀幕。可惜等嚟嘅唔係劇本，而係2026年離巢嘅消息。唔係唔愛，而係現實太過殘酷。與其喺 TVB 等一個遙遙無期嘅機會，不如轉身去尋找更加廣闊嘅天地。定欣一樣，亦都曾經獲過2屆嘅 TVB 頒獎典禮最高殊榮，2屆視帝。不過嗰陣 TVB 嘅影響力已經唔能夠同90年代相提並論。佢到內地參加綜藝節目，直接俾岳雲鵬調侃，攞咗2次視帝，至今都冇人識。編劇杜之克離巢之後，作為愛將嘅王浩信事業亦都一落千丈，再加上佢同蔡思貝嘅緋聞滿天飛，對事業亦都有影響。李思捷喺台慶節目裏邊曾經提問過高層，藝人俾公司雪藏嘅5個原因係乜嘢嘢？其中排名第1嘅係出軌。更加 drama 嘅係回答呢個嘅係曾志偉嘅新抱黃敏奕，而 Yoyo 正企喺佢嘅身邊。盡管冇拍到實際嘅證據實錘佢背叛咗 Yoyo，但對外形象已經相當之扣分。24年播出嘅《黑色月光》係佢同 TVB 合作嘅最後一部作品。同 TVB 約滿之後，佢將全約改成部頭約，之後就再冇新劇開拍。今年佢已經正式離巢。因為早早開始接觸到內地市場，所以即使冇 TVB 劇拍，但王浩信嘅工作仲係幾多嘅。舊年7月搭檔馬志威合作短劇《砵蘭街行動》，11月電影重出江湖官宣，王浩信為角色染咗白髮，穩企 C 位。5. 蔡思貝。蔡思貝嘅處境比其他藝人更加艱難，因為同觀眾口碑有關。佢曾經係 TVB 力捧嘅花旦，上位速度好似坐上咗火箭咁。可惜偏偏同多位嘅男藝人傳出緋聞，最致命一擊嘅係同人夫王浩信嘅緋聞一直滿天飛，爭議從來都冇離開過佢。真真假假，觀眾心裏邊有一把尺。2024年，樂齡開通小紅書，
內地網友刷版留言，唔想見到蔡思貝，負面評價鋪天蓋地。同年嘅台慶大合照，佢仲能夠企喺一哥陳豪嘅旁邊睇似風光，但到咗2025年，佢直接缺席咗台慶，徹底淪為咗邊緣人物。呢位曾經嘅力捧花旦喺《法證先鋒6》之後就幾乎消失喺 TVB 嘅劇集裏邊。更加有意思嘅係，《非常日誌2》開機幾乎沿用咗原班人馬，唯獨女主角蔡思貝被踢出咗劇組。25年，佢只係喺電影《誤判》裏邊客串咗一個小角色，戲份少到可以忽略不計。計落嚟，亦都有2年嘅空窗期啦。冇劇可拍，爭議纏身，佢只能夠搏命轉型。2025年，佢轉型做歌手，搭檔羅子溢同埋中年好聲音嘅歌手前往美國，喺紐約同埋洛杉磯舉辦咗演唱會，靠商演賺錢。就連媒體都笑佢人不救我，我自救。同時，佢轉向咗電影領域，喺周星馳嘅電影《女足》裏邊飾演嘅小角色，試圖開闢新路。舊年年初，佢揸住哪吒嘅計出席哪吒之魔同鬧海香港嘅首映禮，唔放過任何一個曝光嘅機會。有人問佢係咪被公司雪藏，佢只係講呢個謠言，佢唔肯透露合約嘅期限。不過好多網友都估佢同袁偉豪一樣，等到合約到期就會離巢。6. 馮盈盈。馮盈盈應該係呢啲藝人裏邊被放棄最耐嘅，佢嘅上一部劇仲係《逆天奇案2》，2023年9月殺青嘅。馮盈盈自從2016年港姐奪冠之後入行，隨即俾無線力捧，參與唔同嘅節目同埋劇集嘅拍攝，更加主持多個大型嘅活動司儀。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8就獲得咗飛躍進步女藝員獎，前途無可限量。2019年，佢首次擔任女主角，拍攝喜劇《反黑路人甲》，喺劇裏邊飾演 O 記督察顧欣怡。佢都憑呢部劇首度獲提名最佳女主角，更加成為無線電視監製劉家豪嘅常用演員。可見佢唔憂冇戲拍，但或者係上位太快，能力尚未跟上，喺觀眾眼裏邊多少有啲德不配位，導致到佢似乎點樣捧都捧唔起身。2021年劇集《逆天奇案》裏邊，馮盈盈嘅戲份似乎比女主角林夏薇更加搶鏡，不過卻被網友批演技浮誇又做作，而且嚟嚟去去只有2個表情，一唔係就八字眉囧樣，一唔係就瞪大對眼過於用力，令到觀眾生厭。唔止演技被批評，網友更加指佢咬字不清，太多懶音，或者演外國翻嚟嘅女仔講英文就瘋狂加入 R 音。唔少個觀眾留言指廣東話又唔正，講英文又刻意拉長個尾音同大聲，同後期配音又唔夾口型，演啞妹可能仲會好啲。一聽到佢把聲就想熄電視，一啲都不留情面。馮盈盈從未諗過自己點解會咁唔得觀眾嘅中意，一度令到佢失去信心，不斷咁懷疑自己，甚至出門做嘢都會覺得驚。咁巧當時公司揾佢拍一套重頭嘅劇，角色都十分之重，唯獨全劇需要佢返內地拍攝。但當時嘅佢情緒出現咗問題，而且屋企人都擔心佢冇出過遠門，去內地做嘢冇人照顧，最終佢推咗份工。之後佢都自知錯失咗寶貴機會，一度非常之懊悔自責。當然啦，馮盈盈被雪藏嘅原因亦都唔止呢一個。之前佢同好姊妹江嘉敏嘅船 P 事件，亦都搞到沸沸揚揚，雙方都唔肯承認係邀請人參加咗富家子弟們喺遊艇上邊舉辦嘅 party。原本關係密切嘅2個人，因為呢件事徹底反咗面，甚至喺採訪嘅時候，雙方各自都唔俾對方台階落。呢件事之後，江嘉敏同馮盈盈嘅事業都受到咗好大嘅影響。當然啦，江嘉敏比馮盈盈稍微慘烈一啲。原本江嘉敏呢升級做咗女主角，呢件事之後，佢直接被邊緣化，開始喺各大劇集裏邊演女配角。離巢前嘅金色森林，佢甚至直接淪落到成為咗女 N 號。心灰意冷嘅江嘉敏，亦都喺舊年宣布約滿離巢啦。話江嘉敏慘，但唯一幸運嘅係佢合約結束咗，可以及時抽身。但馮盈盈因為同公司簽咗長約，而家即使冇劇拍，唔得人重視，但佢都只能夠安安靜靜咁踎喺 TVB。不過聰明嘅佢亦都冇坐以待斃。馮盈盈返到校園攻讀金融碩士，以至效仿師姐朱千雪、麥明詩等人。目前馮盈盈喺 TVB 冇劇可拍，主要嘅工作就係擔任主持，參加綜藝節目，但做主持人亦都唔係一啲大型嘅直播活動。
而喺一啲唔係咁重要嘅活動裏邊。估計馮盈盈而家就係等約滿，然後就果斷離巢走人啦。七、龔嘉欣，前面幾個可以講係各有各嘅無奈，但龔嘉欣嘅遭遇最令人唏噓。2024年佢攞低咗最佳女主角，企咗喺領獎台上邊，眼裏邊都係對未來嘅期待。但邊個都估唔到攞獎即打入冷宮，同當年嘅江美儀一模一樣。2025年整整一年，TVB 冇俾佢安排任何嘅新劇，將佢打發去做綜藝，但佢冇擺爛，反而喺綜藝裏邊闖出咗一片天。佢繼續主持咗 TVB 嘅飲食節目，在家宴客60道菜，同肥媽鼎爺等名廚搭檔，從零基礎學煮餸，甚至俾鼎爺冊封唯一飲食節目限定徒弟。佢仲參加咗一日打工限定，頂住事後嘅頭銜去通渠做點心，哪怕成身邋邋遢遢，亦都毫無怨言。2025年台慶大合照，佢依然企喺一哥陳豪嘅旁邊，只係身上嘅光環早就經唔及當年。不過TVB 向來都中意聽話嘅藝人，呢一年佢攞到咗 TVB 長期服務暨傑出員工榮譽大獎頒獎典禮2025嘅傑出員工獎，公司用咁樣嘅方式認可佢嘅努力。佢透露2026年4月會開工拍新劇，而家正喺度操練體能，從未放棄拍戲嘅夢想。影視寒冬之下，冇邊個係容易嘅。一線小生花旦尚且係咁，二線嘅演員就更加唔使講啦。目前 TVB 一線嘅藝人裏邊，每年仍有新劇拍嘅只剩低5個人：陳豪、馬國明、張振朗、張曦雯、高海寧。佢哋成為咗電視城最後嘅招牌，戲約不斷。佢哋都喺度透支緊觀眾嘅熟悉感。嗰個曾經連產幾百集電視劇，做出無數天王巨星嘅夢工廠，正喺度慢慢熄火。燈光依然着住，照亮嘅卻唔係當年嘅輝煌。